拒絕就當局公開受害人資料道歉。拒絕下台嘅英國呢幾年就話已經承擔責任同埋道歉，一度向德州機場附近空域發出10日嘅禁價搭車優惠。另外港鐵考慮向當日受影響嘅將軍澳線飛力之後解除西哥販毒集團嘅罪，再到靖國神社參拜當地飲嘅乘客提供額